到即马非洲猪这源头官也未找到，即马死猪数量登记斗未着，参与互猪诊断的兽医伊互检察官约谈了后爱叫罚钱哦，因为伊跨区职业。这个原因呢，甲这个结果，互这个兽医感觉真刺心。伊讲伊较早因兜是考第一个受灾户，这边来斗相共，竟然叫罚款。伊讲情义已尽每年无爱甲猪条搁签约台中5岁猪条得约世界兽医何检方团去问话了后，虽然被请回，也毋过何师傅依照违反兽医法跨区职业的规定，罚9000块。伊哋辩称讲情义已尽，每年每个和跳舞场签特约的兽医。我灰心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希望我帮忙的人，现在竟然是裁罚我的人兽医讲，家己较早是考第一个受灾户。当初政府机关出伊到香港封地考第一，伊无第2句话就答应。即届包括着伫这，伊问猪条，现怎无伫第一时间找伊？业者应讲，你无备药来也无要收钱，我太好意思甲你麻烦。亏我对畜牧场的疫病敏感度那么高，可是他们错过了，没有找我，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啦。台中市府业调，兽医的人数甲死猪的数量变来变去。即卖中央疫情指挥中心，佮掠着市府疫调化剂单柜数量到800，自11到11拢总有11张单，也毋过其中10月12化剂场的资料，中型的猪登记3只，也毋过互防疫所的资料煞登记5只。3年化制单它是复写纸，正常你甲年写完，23年应该原则上是一致的。资料敢若有互改过，检方也已经开始调查。议员也炮轰市府，到今也未找到猪只来源。伊的四边都拢迄个港口附近迄个一寡仓储业者因伫村底食物件嘛，伊袂使落来嘛，但是伊遐物件撇入来咧，这简单的代志你还找袂出来。市政府疫调的数据加关键人物，到今拢乱草草，红顶甲叫毋敢。即卖阁听讲，单据敢若有互改过，市府的防疫能力甲公信力备受质疑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